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甲后一集算一周的，是，所以这集算上集，后一集是下集，是。啊，上集是啥呢？上集就是讲奥古斯丁的故事，是。啊，下集嘛是奥古斯丁，但是是对于是讲转信耶稣了。发生的代志是，奥古斯丁，我想应该真侪人捌听过吧？是，要安怎讲一个大家知影的物件？西方西方教会捌做过主教啦，伫迄部迄所在做过主教伊伫天主教内面有设一个乌古出丁派修道院，罗丁马丁是对伊即派修道院出来，所以是受伊即派的神学足大影响，迄个稳定的教义的迄种影响足大。讲一个平常人较会注意到的，就是网络真流行的他们上来名言啦，奥古斯丁真侪名言，但大家捌听过就是讲，世界哪一本册，无去旅游人。就是无看过册啦，什么这个意思啦？你若无去不旅行的人，就像没有看过书一样的，差不多些意思。这句真侪人捌看过，可能今晚听众有印象。我是咧找出来发现的。当然讲就是讲，咱这届要读的其实是梅干姆写的。有一本册叫做《古早的教会》，是，所以嘛写100年啊。对，100年对。奥古斯丁是。差不多2世纪、3世纪的人，伊过身的是到5世纪哦，430年过身，对5世纪初才过身，对75岁前过身，对，迄个年代算活了真久啊，系啊，伊是非洲人，对，北非的人，北非人，就即摆刚是阿尔及利亚，对，迄波就是为了阿尔及利亚。小来特别要讲的这样代志，是因为梅干姆伊算一个在台中宣教的牧师，为苏格兰来。另外一个算讲伊的 partner，是伊个大兰医师啦，伊是医生。所以这个梅干姆伊去宣教，伊嘛发现讲，咱需要有迄个对迄个神学的了解，包括讲你要对迄个历史了解，是基督教是安怎为一个去用压迫的迄个犹太的这个族群，变成到即嘛世界的宗教。以下一本册叫做《古早的教会》，伊内底讲这有的部分足深的，你免读，但你另外读就是头前甲上尾，所以就读就是伊的上尾，伊奥古斯丁。小来伊也讲奥古斯丁是讲，伊感觉台湾较像迄个时代。对，伊这点看法真特别。小老讲较像迄个时代是讲，因为伊为苏格兰来，因已经是基督教国家，几啊百年的历史啊，但是台湾无迄个背景，而且基督教是真少数的，这甲迄个奥古斯丁的时代较像，因为伊嘛是在迄个算讲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少数，伊这人伊本来毋是基督教。所以较熟的是一寡，比如讲希腊文啊、拉丁文啊，讲希腊的铁卡啥，反正咱就听安怎讲啦。但是我要讲一样代志，就是咱最近真侪人听的，就是基督一集，C.S. 路易斯一集，内底有讲了一个，就讲什么叫撇出基督啊啥，咱上节先的听出来讲。这奥古斯丁妈妈我认真的记得，所以这是下面的马丁路德的老爹马丁，伊嘛真恶乐的一个迄个路线，讲伊就是安尼遮尔认真的记得，或者奥古斯丁无要信基督的，尾啊嘛是信基督，而且伊个做真侪代志哦，伊嘛是毋那是基督尔，伊什么个安排结婚啊，逐项代志拢做。尾也是爱靠信心当工啦，但总是伊个基督有正啦。因为无说要读进前有啥补充无？无，这
大书啦，这大书级的。你讲这写的台语啊，伊个内容哦，诶，啊个这个人啦，若讲写的内容哦，我真罕见讲伫差不多100年前的台语伫这篇文章内面出现几啊字，差不多即满拢无咧用啊，拢出现。所以我安尼读到有迄款，100年前的人咧读这资料时，因的心境到底是啥物？有迄款的感受，就足深刻的。其实我真侪拢爱查字典的，啊有诶，反正我已经查了，无书爱补充啦。譬如讲什么做称口，以前敢毋是用称口。战经啦。对，这等下咱都会出现。好啊，咱就来读吧。早前伫北阿非利加信主的人多，各教会内上出名的人是阿非利加人。阿非利加就是 Africa 非洲的意思啦。对，特都利安甲基利安属阿非利加的加泰国。这有啥地名？毋是这人名。地名特都利安这中文翻做特土良啦。基利安就中文翻做居普良啦。这北非诶几个大这个大先生吼，这特土良啦、居普良啦，这个俄国词典吼，这是北非真出名。这特别是属迄加泰国啦吼，阿非利加诶加泰国，这三个是真出名。阿非利加咱继续去读啦吼。亚历山大诶格里面，这是写了做亚历山大的格里面啦哈。甲俄里根，这反正俄里根啦，属埃及。所以北非有两个足大诶所在啦，一个是加泰国，有3个大思想家啦。这个伫埃及有2个大思想家啦。这个都是亚历山大诶格里面啦。这个是这个。奥利根啦，哈，这是哈，这两个所在。奥利根咱顶下刚刚讲过，就是解说迄个，这阿拉哥里口，但是讲伊即话在介绍迄个时代北非，包括埃及，甲即个即卖大泰国，即卖阿尔及利亚，迄阵有几啊个神学家啦，但即卖咱想到埃及，想到北非拢是穆斯林较济。但迄个时代毋是安尼，因为迄是罗马的一个部分啦。所以即嘛是伫开场来讲有遮个人好。个奥古斯丁就是古早教会上第一有感化力的人，属伫加泰国。所以伊是阿尔西亚这边的。奥古斯丁，伊遮一句话，毋是埃及迄边的对啦。伊遮一句话讲，就是伊迄个时代是上感化力的人。对，可能伊读者上济吧。对了，奥古斯丁的老爸是塔加斯特的人，伊趁世俗，行无正经的路，佫真歹性地，到老依旧反悔，领洗礼。老母叫做莫妮卡，是真敬虔的负责人。照奥古斯丁伫讲，伊的老母做囡仔的时，常常受一个老查某囝的教师约束，伊真严压制莫妮卡甲伊的姊妹，毋是食饭的时就毋准因啉水，讲恁若豆豆食水惯势，白日若过红管战经酒经，惊了恁要豆豆食酒。这动起就是莫妮卡奥古斯丁妈妈担正啊，这个迄个角色真重。对，由伊的细汉开始介绍，就讲伊叫一个管教真严的迄个人伫管，含伊食饭的时阵，伫无食饭的时阵，就规定讲袂使啉酒、啉水嘿，因为伊讲你安尼毋是好的，好的迄个好的习惯，因为你若豆豆啉水，后日咧豆豆啉酒啦。对，就挡袂掉，无法度扣做家己就对啦，就无法度管家啦。拄啊出现一个战经应该是参考啦。虽是安尼，莫妮卡险真做醉汉，爸母
若叫伊去战经来饮酒，喙唇有沾着葡萄酒，然后哪爱啉哪济，到末日老查某干甲伊冤家，骂伊是喝酒的查某囡仔，就甲伊厌恶，无过食酒。就是讲，伊结果嘛是真爱啉酒的款，尾也去互人的发现，伊煞用安尼怎改过来？这是不简单的查某人。结案了，莫妮卡出力用仁爱吞忍，孤情伊的丈夫来降服主。丈夫若去圣地，伊点点毋爱甲伊计较，听候圣地较回，就甲伊分手。我一定讲，别个负责人面互丈夫拍乌青，嫌查甫人品行无廉洁，莫妮卡就嫌因喙齿无掂。因知莫妮卡的丈夫亏性，要久毋捌听见伊有拍某，也毋捌看见拍的婚约，想了就奇怪，问莫妮卡是甚物因端？你讲迄个时代真侪家暴啦，对了，但是莫妮卡就安尼去互拍，踮遮是讲伊敢若真够掠迄个时机啦，就是讲伊被迄个人咧受气的时阵，踮咧伫念，尾啊，佫会来甲分手，这分手就是这个说明啦，来甲分析的对，迄种是分手分数，对，即摆有人来问讲，你是安怎做，那袂去互拍，就因讲用吞忍温柔会较赢歹。莫妮卡的大家有缘，互伊较赢。起头歹心的查某干，较爱对大家讲莫妮卡的歹话。莫妮卡用谦逊、吞忍、好德，较赢，互大家家己甘愿对伊的囝嫌遐的查某干，叫伊拍因，过身了。就大家和平。大陆讲，莫妮卡真够互人和平。对，一个无简单的女性。对啦，我嗰阵囡仔的时去读册，较爱佚佗物，爱拍球，爱掠七鸟啊，爱看戏，煞祈祷上帝，就叫伊毋免互先生拍，上帝毋听。我一定的吐音假是拉丁话，拉丁字伊较爱读，希尼尼字较毋爱。这有淡薄仔历史背景，就是这细汉时阵 ，Augustine 敢是真爱佚佗，这差不多人安尼啦。那头版白啦。对。而且伊讲伊的土音，伊个母语是母语啦，拉丁文啦。所以迄时阵敢若有伫另外一个语言，伊较无好。希腊文啦，希腊文嘛，希利尼字啦，希腊啦，希腊文。伊较爱拉丁文啦，伊较爱希腊文啦。拉丁文是罗马帝国诶，希腊文是你若要读什么？毋管是新约啊，还是读什么柏拉图啊，拢爱读希腊文。更伊算较罗马人啦。但是伊尾仔拢足够诶啦，迄无问题。捌一摆去巴肚疼，险死，就切求伊诶老母设法互伊领洗礼。迄碟人掠做领洗礼，就得到赦罪；无领洗礼，罪要伫地。较疼好起来。就搁钱，毋爱赶紧洗，因大家掠这洗礼是干涉伫前有犯着，要未赦的罪。洗礼若搁目拉三，较有关系，迄个罪较好得赦。这就爱讲者，这可能嘛跟咱民间宗教淡薄仔像。对迄个时代对洗礼的想法，是讲你有犯罪，洗了就清气啊，但是你会搁犯罪，但是你袂使搁洗啊，
所以因为淡薄讲的沿线的动啊上尾时，一个洗较清气。啊，那你若洗了各犯罪，就变讲你要有什么方法去救赎，所以才有迄个赎罪观啊，去迄款观念造出来。但是牧师，你这么来看，敢是毋是安尼嘛？毋是，是咧哪来迄款讲洗去罪的意思？哪来伫像顶落教会就较无迄款的情形。所以咧是伫上帝甲正人面前表明，你幸福是伫上帝主权，上帝是你的老爸，你是伊的囝子。耶稣基督系军队啊，所以你是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吼，圣神是你的保惠师，是伫正人头前一个最重要的信仰个别。这是谁咧？较毋是一个，较毋是讲伫遐下罪啊！即摆你过来讲啊，说你了村的罪要换当时哇，啊，都爱去过界啊啦，啊，就啥物来买赎罪券啊，都规拢生出来啊。对啊，但即摆这个时代是安尼想，这个真侪迄个民间宗教还是讲，甚至犹太人嘛有这个想法，对，当年爱去赎罪日啊，啥嘛是，但是想到。这个门感觉讲，这对咱真要紧，就是含迄个4、5世纪的时阵，伊嘛有这个观念啦。对了，还未改过来，但这真要紧，大家记在心内。对，这毋是正确的心态。但迄个时阵 ，Augustine 嘛是安尼想。对了，但伊会甲改过来。对，迄时全家算是信主，只有老爸还未信。Augustine 本身有名无实。有名无实，以后骗爸骗母，甲先生偷摕厝内厝内的米送囡仔伴换7套米，到16岁已经去约会，做歹囝，是大人也无设法甲伊娶，掠做娶就较无专心读册。就是算起是一歹囝啦，偷摕钱无爱读册，个16岁，那迄阵就生囝，那咱的岁17岁，超过高中啦，高中生，高中生就甲人生囝就对啦。对，买结党营私啦，规定人走出去佚佗啊，是啦，摕迄心的迄个。对女性的欲望啦，一个起来时吼，伊想要安动都无法度动吼，这迄个柏拉修主义的感觉，人若想要创啥物好哦，伊自然都有能力通去控制。讲我的观念都毋是安尼，我的经验过就是，我都明明无爱安尼啊，结果我都感觉安尼毋好，结果我嘛是照安尼去做啊。所以用到原罪的观念，伊甲柏拉修的观念差，这点差足济。甲伊细汉甲女性的关系拢有足大关系。对，有亲身的迄个体验啦。就是讲，这个时代，希腊迄个铁甲已经算讲真相识啊。变成讲是，其实是迄个基督宗教个有淡薄乱，知道吗？真侪教派啊，真侪思想个未清楚的时阵啊，这个。不是你怎么等于看伊，即嘛只是一个算讲歹囝，对了，对，个人佚佗啊，无啥爱读册，高读无啥爱读册，但是高读册啦。迄个对女性真趣味啦，爱偷摕物件啦，甲人加棍啦，安尼，最好是安尼青年囡仔。个对迄个基督教感觉就是受洗的无罪啊，安尼尔。遐久有去隔壁所在，或做马道啦，学文法甲语学，到16岁就休1年，听候伊的老爸借钱，互伊去加泰国读册做所费。老爸真对重学问，虽然较散，欢喜刻记，互囝捌字，未晓得看路囝离正直的路，实在离开正直的路真远。毋若放淫，煞掠淫妇做夸口，搁甲东畔斗输赢，所毋捌做的歹讲有做，爱互人学了伊的本事大胆。所以
青少年做的代志，天天啦，天天就对了，即摆我天天啦，对啊，电工家己做啊，或者女朋友啊，我做过，恁毋敢做吼啊，无胆，我做过偌济啊，无影，但是伊就跟迄个时代嘛，已经有这个观念，因爸爸虽然无讲介好呀，知影讲爱互伊读册，这点是因老爸互你家在有一点好处啦吼。是讲咱台湾社会嘛是安尼吧？差不多啦。你想老爸佫较安怎歹吼？若有第一讲要趁钱吼，囡仔读册，囡仔若爬起来，差不多足侪人的故事是安尼啦。但是万一迄个囡仔法度读，就看起来伊是法度读啦。因为1500年前就这个观念嘛。过来，迄时加泰国，这个加泰国就是一个地名尔。这加泰国真出名的城，伊的学堂也出名。奥古斯丁伫语学校考头名，就掠家己做大猎人。97岁，老爸死，99岁有看伊家路就西斯路啦，西斯路，一本册，这本是耶稣未来一个较敖。较有口才的人所读，看了奥古斯丁的心较在，较有伫对重铁学，较有伫羡慕上帝。所以伊讲的这个西塞罗啊，因为这本册叫哲学论啦。是。咱刚才捌讲过，有人讲伊是基督教的阿姐，所以伊就是伊现在讲怪怪，但是伊意思是讲，基督教未来进程。有真侪观念，迄阵建立到正好。伊替耶稣基督铺路就对了。对啊，所以含这个基督来了啊，这个奥古斯丁，伊就是读了这本册，大家讲哦，原来迄个基督信仰有遮尔悬的展出啦。都有一个可以羡慕的对象啦。对了。较袂过教遐囡仔在讲遐有诶无诶啦。也是讲甲边仔人去什么限制啊？讲是讲详细咧，就无做，但是伊有一个新的出口啦。对啦，迄本毋过有欠耶稣诶名，就无教业介意，是因为老母有教示伊对重耶稣，所以奥古斯丁摕圣经来看了嫌伊。毋正顾道，毋达到西斯路的册，较文雅，较好听。佮伊看旧约的内面有侪无合宜的事，所以就摕着迄阵版本，即嘛可能毋是像即嘛，应该遮尔水，佮一寡啊，在迄个时代无像即嘛，对，整理过啊，是安怎较乱。所以就发现讲，敢若有真侪问题，但是这你嘛是讲是信心感动啦，对，伊心内一直记得伊妈妈甲讲，爱用基督的眼光去看是安怎，伊就这两个有冲突的时阵，伊就想要找一个什么方法去思考啊是安怎。拄好迄碟，伊有见到一顶好的邪教，就是莫尼克。这可能翻做模拟教啦吼，模拟教的教，迄个教甲耶诺德的教大约3000像，伊是阴阳教，就是讲有两个上帝，一个是光的上帝，一个是暗的上帝，因两个永远不和。这真要紧。在迄个时代，二元论呢就对啦。对，但是基督教毋是。虽然讲刚刚是国教的地位啊，但是佫有其他真侪，有诶无诶就对啦。真侪老教长嘛，这个想法。这有啦，这可以欠拢会有啦。对，讲这是，这咱好有一个好诶源头，咱派有一个派诶源头。一个光明的上帝，甲一个黑暗的上帝，两个不时的交战。对啦，这迄个时候这模拟教啦。对。莫妮卡看伊诶囝受迷。真烦恼到心，要逼迫，对迄碟毋敢甲伊三甲大、三甲只，到有一暝，梦见看到伊的囝甲伊三甲徛伫上一支高树顶，
看了受安慰，掠做迄支是神的歌笑，过身了就经甲伊的囝三甲只三甲大。这个妈妈，伊有做一个梦，这歌笑啊，就是讲，伊甲伊这个囝在一个德哥的啥顶头，德哥的顶头啦。因本来是感觉伊囝敢若行歪去，但因为这个梦，感觉讲伊会搁行转来，两个做伙就对了。嘛是或者莫妮卡有一个信心啦，对，讲因为囡仔愈来愈大汉，伊即马思想就乱嘞，但是伊感觉讲伊有一天会行转来基督这条的，对。也捌一摆，莫妮卡去找一个监督，这来讲一个主教意思。主教监督，切求伊着来考劝奥古斯丁。监督提示讲，奥古斯丁现时较自足，佮掠邪教做信息，伊也是真高问，真高辩驳，已经有驳倒几若会较中直、较无毅力的人，煞讲你着退伊祈祷，伊若读较久、读较深，就家己会知错。莫妮卡直直做作到目屎流目屎滴，讲伊着考劝伊的囝。这内底有真侪迄个以前的意思用法啦。对，意思差不多是讲，妈妈想讲爱甲因囝救回来，去找一个主教。这主教知影讲奥古斯丁足巧，已经然后有名声啦。就其他人总讲明呀，伊去考劝嘛无路用啦。但是伊叫伊妈妈爱祈祷啦。有一天会转来。这妈妈的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就是讲袂使一定要去拜托你安怎，但是你着看讲这妈妈有偌大迄个意志。监督袂堪得互伊逼到安尼，留啊受气就应，做你去，愿上帝祝福去互你，囝互老母流目屎到安尼，袂话沉沦。这句话听了，莫妮卡真受安慰，听做天落来的声。对，他们这个主角讲，你放心啦，你这样认真祈祷，你这样我这样第二恁囝的未来，上帝会不甲放射的对。或者这我想迄阵可能是只是要甲打发尔，要甲赶走尔。这句话我相信莫妮卡一世人上大安慰甲愿望。但是这互伊真大的鼓励。对啦，这所以有当时啊，有当时要讲的嘛，有这个方法啦。对啦。对19岁到28岁，奥古斯丁听一个教，迄时伊倒去本所在，就是塔加斯地教语学，拄到一个亲密的朋友死，就烦恼到至极，走去加塔湖，遐个学生较粗俗、野蛮，毋肯受拘束，奥古斯丁就无爱踮遐教，想要过地中海到罗马城。伊的老母真毋甘愿，要留伊住加泰国。奥古斯丁骗伊，讲要去海墘送朋友起身，老母甲伊去，毋转去。奥古斯丁劝伊着踮伫一个较近伫船的祈祷所，吉利岸的祈祷所，伊踮遐直直流目屎，直直求上帝，着主动伊的囝过海，到明仔早起，到海墘，船已经开，奥古斯丁去了。这有一个转变是讲，奥古斯丁伊的好朋友跟他翘起，伊就想讲要去罗马城，因为你教册迄个所在人粗俗啦，较无嗨，囡仔程度较歹啦。对啊，伊就想讲，迄阵呢首都绝对是罗马。对啦，那想讲来台北的学生囡仔程度咯。但伊妈妈无希望伊离开啦，可能父母家养拢有这个心情啦。惊
惊个惊歹是安怎？伊就骗伊妈妈讲，我去送人尔，伊妈妈等别个所在等。伊就要走去啊，所以这是真大的改变啦。这个故事真侪人知，骗恁老母啊，走去地中海，过地中海去罗马。但是伊就是伊后来伫忏悔录讲，我想讲骗上帝要去走去罗马，我无想到上帝伫罗马咧听好我。伊是妈妈毋应该做到，伊是到罗马到真正变做是基督徒了。对了，所以等下就发生啊。但这个时代，这个时候你听起来拢感觉。这无法度想象讲，这个奥古斯丁对咱即嘛有这么大影响。对了，我咧头一摆读奥古斯丁的时候，我即句话互我印象足深的，就是我想讲要骗上帝去罗马，我无拍算讲上帝伫罗马咧听候我。到罗马城，奥古斯丁染着破病，险死。罗马的学生较纯，较好礼。毋过无什么老实，若拜一个先生较久，先生礼也袂互伊，就要结党做一个走来拜别的先生。迄碟米兰城请罗马城的大官派一个先生来米兰，甲语学就派奥古斯丁。就是讲，这嘛背景啊。第一个时代，刚刚写信也是换老师啊，有当时钱也无人就走去别个老师啊，较有名的对迄个较有名的，但这个奥古斯丁尾来拄着一个真要紧的人，当时奥古斯丁已经知邪教的错误，伊的心犹阁乱，叨叨找歹的源头，掠做歹事的目的的物。佮掠做上帝是哪种有的物质，逐所在地地，亲像水伫海洋。迄时伊要得饲一个查某，毋过伊掠做通摕无做，讲我的歹毋是家己的，是对迄个歹物，迄个性生出来。即嘛有诶民间宗教嘛先咧想啦，就讲敢若歹势在为你诶身躯抽出来，放伫别人身躯迄个感觉好诶物件上帝现在嘛有即个感觉会使放dans你身躯啦，所以有迄个什么加持啊，即个想法，迄个时代嘛有即个想法的，即个奥古斯丁伊一直想要找即个歹源头，讲你若是摸会着诶，看伊藏在什么所在，迄个感觉，米兰的监督真有名望，名号做 Ambrosius， Ambrose， 伊对圣诗足出名啦，咱捌讲过，对，讲伊是官尾啊，人要找主角写的话讲以后做就变成主角，对，但是这个故事，但是我一直毋知这两个同一个时期，这个但是这个 Ambrose 就是上早甲圣诗写出来了，对，并做做地方官，教会组织要经一个监督来顶课 ，Ambrose 做主理，问要经什么人，大家做一个法 ，Ambrose 就顺因的意思，官府正做牧师。伊写到真简单啦，就是讲伊本来是主持迄个会议的，讲要咱来找一个主教。就是咱讲魔术尾大家讲你做，我好了我做，那个上帝的旨意。伊真有口才，奥古斯丁受伊应接，互伊款待那囝，就敬爱伊，煞来听伊传道。所以毋是伊的道理，是伊的口才。听了就学了伊讲，真有拍较假。就学了伊讲，真通真对。Ambrose 有时归名古约的圣经，讲，对我感觉是真有拍呢，真有。伊一拍吼，我去查，伊是能干多才的意思。哦，真有才调，这哦足早的代志啊，真有拍，真有才调就对了。对，讲这个 Ambrose， 奥古斯丁真学了 Ambrose， 仰望这个。Ambrose， 所以我觉得
伊个属灵的老爸吧，就是讲互伊加欣赏，就对造成真大的影响啦。Ambrose 有时解明旧约的圣经讲，所记真济项是譬如的话，平常人若掠做无合宜，是对毋捌迄个深沉的意思。奥古斯丁听了掠做安尼有理气，就较无验证旧约。有一个时代，感觉旧约是以前的历史，讲别人历史跟咱无关系的。不，伊这个甲迄个奥利根的迄个阿里哥里考迄个改经法有关系啦。伊即摆就是咱是讲，毋通讲咧时间上真正有一个人伫古井边啊咧听候阿伯拉罕孙啊来遐要来找伊囝，要找新妇，是即段圣经是叫咱讲，大家拢爱来迄个信仰的古井边。伫遐找着活水，找着耶稣基督，用安尼咧解说，迄个，所以差不多阿里哥里可拢即款型的解说法，所以变即款解说法变有一个缺点，就是讲历史上无出现这个代志啦，嘿，你解说出来的代志变是真好，但人爱挖进基督啊，挖进迄个活水啊，这是真好，毋过这敢是咧讲迄段圣经，这就会变做问题，所以头段伊无咧讲。旧约拢是譬如，伊迄毋是叫字面的意思啦，伊是咧讲迄个意思啦。就是讲淡薄复杂。我差不多了解无这意思。伊基本上写是讲，迄个时代敢较无爱读旧约。伊用安尼读的是变做足话啊。旧约遐足侪字句拢是咧对咱今仔日的我的实在的状况咧讲诶。就比如讲，你爱去找古井，爱找迄个活水，这方向去想，这是较深层的意思啦。对，所以用较深沉的意思，深层的意思。伊就是安尼讲。所以的，因为伊受了这个方向的迄个点起。Ambrose 其实到尾啊。我古斯丁诶解经法嘛，差不多是安尼。伊就知影讲旧约，迄个年代大概拢迄款型诶。咱无，你就感觉讲这是讲一个古早人，啊个是外族诶人伫淡水，这跟咱无关系。对了。但伊用这个角度去想，就较有关系。对了。迄时奥古斯丁也看圣经，也看柏拉图诶册。柏拉图，看了真介意。抑古道理有真侪看较学得明，亲像一个无形无相的神，要刣正人的身躯，若投胎正人的身躯，就会目着拉散。有时去 Ambrose 的厝，爱问伊，爱甲伊讲话，看伊伫无用讲究册，就毋敢。做杂 ，Ambrose 简单看册，无出声读。这做杂是毋敢出声啦。对啦，毋敢甲讲话。就讲，伊即马佫有一个新的想法，因为柏拉图算讲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讲，咱有灵魂这个代志。伊咧想讲，这灵魂啊变做人，就垃圾去啊。反正伊有真侪迄个时代的想法啦，啥拢参照诶。毋管是拄啊讲有啥物好诶上帝、恶诶上帝啥，但是即个 Ambrose 有当时也嘛无啥插伊，开始看册。奥古斯丁来米兰教学，过无偌久，老母过海来找伊，海涌真大，连水手也惊。莫妮卡安慰因，讲米是有看见异象，通知稳当到位就听见奥古斯丁的消息，讲当有放杀邪教。莫妮卡真敬重 Ambrose， 真感恩 Ambrose， 也真学了莫妮卡。到这站，奥古斯丁已经有定着的意思，爱找活路。又搁入门道理的顶级，正做无道者。毋过伊的心互歹八百，伊看 Ambrose 无娶某，
掠做安尼较熟，有时甲两个亲切的朋友，就是阿里普斯、Nebridius， 议论着毋通娶较着，要顾饲一个查某，后来伊的老母劝伊着娶，已经聘定着，过2年，查某囡仔哪当大人就要娶，煞甲前所饲的查某绝交，叫伊倒转去阿弗利加，要顾未顾得，听候2年，搁插着一个查某。所以伊其实嘛足乱的呢。毋管是行为也是讲思想的迄个在交战啦。因为伊即马佮感觉讲迄个伊真敬重即个主角 Ambrose 无结婚，伊个甲伊朋友讲安尼敢若较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伊佫有情妇啊，就是佫有甲人做伙。伊妈妈佫要甲安排甲一个结婚。伊本来答应啊，甲伊本来情妇叫走。但是伊妈安排这还未大人，就还未要结婚，伊个甲另外一个查某，嘿，就是足乱的，所以，这有影无读毋知呢？我已经我是恁个过往的，而且其实这段经验，互伊对讲人敢真正对知影的歹，有可能真正去拒绝，伊足怀疑的，对家己经验根本无法度。就是讲有诶，就是伊生了就啥呢，无法度改变啦，像对所知影好无法度去做，对所知歹偏去行啦，这保留话啊。伊另外看就是爱无法度靠家己的，对啦，一定要靠外力的，对啦。看，补充一下物件其实伊这内底啊，真侪代志，想要叫你要请做，但是伊尾后有写一个忏悔录啦。对啦，忏悔录，伊遮拢有讲对啦。对，你会在规本看了，但是迄足大本的，所以伊才该整理过啊。来讲照伊迄个发生的迄个这处小给写出来。但是你会看来讲，伊一直在追求讲，要么变较好啊，但是佫有啥物物件就是无法度靠家己啊，啥喏，这过程拢写出来。迄阵哪有在读圣经，哪有在读 Plato， 哪有在对中保罗的批，哪有咧信慕上帝，到即站也较无一条福禄，较有看破世间，抑佫毋爱放杀伊的私欲。安尼时，伊想要找一个老人，叫做 Simplicius。早前捌引出 Ambrose 来信 ，Simplicius 听伊的消息，听了欢喜，煞讲一个教语学的先生的来历。这个故事真要紧啊！你就会想讲是安怎？物件有感觉这甲大人较像。讲咱的一个信用，老实讲，就乱的社会。但是你可能有一寡心理感觉讲，你想要做一个较好的人。但是你若无人引带，还讲你若无一个好的迄个模范来啥，伊毋知啥物事好。比如讲，伊拄来感觉讲，莫结婚是好。但是慢慢想安尼敢对。所以伊去找这个就是 Ambrose 的老师。对。迄个老师来甲讲，就来甲解说。迄个先生叫做Victorinus。早前伫罗马城甲第一尊贵的人，煞得到较非常的荣光，就是要活的时，百姓有采伊的像伫罗马的演说会堂，到老迄个人有讲究圣经，就暗钱甲新伯利根讲，你敢毋知我是基督徒？就是讲。迄个时代罗马上一个大家真尊重的人，但是迄个时代敢若讲家是基督徒真见识是喏。总是别人已经真敬重伊，甚至甲伊做一尊像，更得 foreign 的，真是罗马城的中心。尾后这样来找伊来，书里来讲，其实我是基督徒。因讲，若毋下日拜堂来，我毋敢信，毋见算你是基督徒。就这人就甲呛讲。你毋捌行入去
礼拜堂内底，你来先讲你是基督徒。伊就领笑讲，基督徒敢是白素生？嘿，这个感觉真好咧。讲你安尼想，阮敢是迄个壁，就是咱起厝个壁。就讲你咧去礼拜堂内底，讲我毋是因为壁来证明我的基督徒身份。我是要壁内面啦，吼。对啊，所以你看以前嘛真够辩论啦。其实伊有得惊较尊贵的朋友，掠做遐个拜鬼的会大万分伊入教，后来较坚固，就惊伫人的面前，若毋敢认基督，白日伫圣天使的面前，基督毋认伊。一日忽然间对新北利坚讲，来去礼拜堂，我爱奉做基督徒。伊的朋友欢喜到袂顾得，甲伊三角去。就讲这个，伊小也毋敢去礼拜堂。伊用这理由是讲，我毋是靠这壁生的，但伊心内是想讲，因为伊真有地位啊，真正拢毋是基督徒，伊惊伊安尼会互人看袂起啊，啥喏。但是有一日，伊在想讲，我即晚拢无钱，我拢无钱了，说到一日。上帝到迄日到算小，我咱无要钱我，安方面安尼。对啊，你个想法你感觉怪怪，对不起啊，说我就甲这个朋友讲，来，咱做一个礼拜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到尾领洗礼迄日，平常就徛伫一个悬台顶念圣经，罗马城的风俗就是安尼。若拄着什么人较畏小人，就毋免伫公众来念。长老就问先生，看伊较爱安尼，总是伊掠做伫众人的面前有教学生，伫众人的面前也着认耶稣。到迄日拜堂真闹热，上台的时，一喙传一喙，讲。别多理由，大家欢喜到那后天，掠做迄日基督大得胜，因为较尊贵、较自足的人得到救，上恶德。较后来有一个万分道理的皇帝承接国位，这个皇帝号做犹年。禁基督徒就毋通教儒学，别多理由，欢喜煞工，毋肯放杀主。就讲，迄个时可能要互你卖遐歹势。你就算讲你要受洗礼还是啥，你毋免到台顶做什么代志的。伊是讲念迄个圣册啊，这样的算讲真有决心啊啦。伊就是。对，我连救助毋惊见效咧。对，下骹人感觉真感动。甚至到尾也是有一个皇帝讲，你这基督徒袂使教，但嘛好教册。伊嘛讲安尼好啊，我就退休啊。伊就无过因为迄个现实的利益去的骗人讲伊毋是基督徒，还是讲较低调安尼，就无安尼做啊啦。即段故事讲明白，奥古斯丁真。因无爱学迄个先生的样，还佫互私欲八百，就知保罗所讲的事实，就是讲肉体爱攻击神，神爱攻击肉体，两个相对的，互恁无行所爱行的。这是加勒泰5章17节。就讲咱无法度靠咱家己啦，对啦，定定是安尼啦。但是。我想着讲，奥古斯丁是互这个故事感动的，但后壁佫有别个代志啦。但讲这个代志，互伊知影讲，宁可放弃职业，头路嘛迄个啦。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讲有遮尔侪有知识人，因经过迄个遮尔侪想法啊、贴卡啥，因尾也都理解，就是讲基督教伊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啦。迄时心真烦，
见啊流啊有芳，会放手毋得。无论是礼拜日啊无，就爱去礼拜堂，拄着一日有相所在的人来找伊坐，名叫做本地殿。迄个人伫宫殿当较悬的官，伫乌古斯丁的客厅内有下一个娱乐岛，做佚佗、钓棋、翕好的路用。岛顶有一本册，人客摕来看，掠做是乌古斯丁所教的册，无拍算是保罗的批，就甲乌古斯丁恭喜，煞提起一个安托尼斯踮伫埃及的旷野，专务甲上帝交陪，世间的快乐看做毋甜来对耶稣，也无爱带，也无爱食，简单爱祈祷，甲爱祈祷。讲了就讲伫米兰城外有偌济兄弟带做伙，伫学即个法度。就讲伊即个时阵，伊已经对基督啊，伊嘛真去礼拜堂下，但是佫有一寡迄个需要，的伊一直放袂去啦，伊则佫要介绍另外一个算讲军队亚索的方法啦，就有一个朋友来找伊，即个奥古斯丁伊厝内有一个岛啊，就囥什么你惊奇的啦，惊奇的啥，有一本册是迄个保罗的批示。以前无迄个规本的，可能就是规章啊，放在桌仔顶。这样看了就知影讲，伊可能有对这个，对保罗讲，保罗话有趣味的呢。讲其实有一派啊，因就是拢带来抗议啊。修正的早期修道主义啦，对，安多尼人最出名，离开这个社会去，甲伊兄弟带做伙啊，就是分享财产啊，啥不时得祈祷。某这个路，其实这背啊，对世界影响就大呢。要不要讲过迄个乐谱啊？就是迄个 Benedict， 迄个圣本笃迄个修道院出来。因为保留真侪知识啊、文献啊，在战争过程拢无消失。但是伊个这个方式对啊，就係另外一回事啦。但即卖奧古斯丁有接觸到这个方法啦。佮講。某一步伫別個城 Triers 伊甲3個半有出去城骹的公園行，當中2個是做官的人，有行到一個聖徒的寮仔，迄個人有放殺世間內對耶穌，看見伊的桌頂有安托尼的來歷，一個甲伊摕來讀。讀了心肝震動，定着要施任來對耶穌，伊的判甲伊同心。對，這個修道院開始這個安東尼斯吧？係安托尼啦，安東尼，這個真出名的修道主義者。甚至有人行過，看了下物件，就決定講要放下一切去對耶穌。我是聆聽了真見笑，家己厭惡。看做親像太高，伊有得想講，早前我有得羨慕真的知識，早前也捌求上帝講，正直的德行着互我，總是着較慢，豆有講較停的，心一個，翕好的話，7元錢8元錢，留仔錢變做大元錢。这以前迄个俚語，一直錢，到尾啊，都無頂無當。伊知影過聖潔的生活，但伊會甲上帝請教了對啊，我話過來一啊，啥啦？就好似7元錢8元錢，2元錢變做大元錢。本地殿講了就去。那是奧古斯丁家己對家己三錢到忍袂掉，就由伊的判阿入又講，
你听啥货啊？无学问的人，撞起来占天堂，也咱有学问无心智，踮伫血气的烂，煞走入厝后的花园，踮遐伫坐，家己过，家己嫌，对家己讲，打着定着，打着定着，啉啊定着。好朋友就是私欲，甲伊讲，你敢要甲我三离别，到永远三里，我若去，你敢会活？互你想看觅咧。阁有情节的声甲伊讲，少年人，查某囡仔偌济有较赢私欲，你敢有较输因？因得着主的气力，就会安尼。你靠家己的力来行，就徛袂牢。你着家己放互伊，伊要接纳，要甲你医。或者我无想要插话，但是这一定要解释，我大概可能毋知要讲啥。就讲伊受到遮个人感动啦，就讲伊即马读遮尔个学问的人，结果煞无法度控制家己的私欲。所以伊走伊特别是情欲啦，会敢若对伊的老朋友，即个私欲讲话讲，我要离开你，干嘛活落来？对，伊个拟人化的讲法啦。但另外一面，伊个想着讲，真侪无知识人其实嘛是拢法度。像安托尼迄款诶啊，对啊，就是离开这一切，因那就是放免落。尾啊又个想着一个声音，就是敢若是圣神声音也是讲，你得爱交托主，互主来。甲你医，到迄点，伊诶艰苦有满出来，就目屎直直流落来，家己摔伫无花果树内，出声讲：偌久，明仔载还阁明仔载，太毋今仔日，我会拉三下，太毋今仔日煞。拄着隔壁厝有声仔囡仔，查某囡仔的声咧吟一句，摕来读，吟了就阁吟真济摆。我定想讲，囡仔伫佚佗，还是伫变工艺，敢捌念即句，实在是无。这假是天落来的声，就去摕保罗的册。家己掀开，看即句，无得放唱酒醉，无得好色邪淫，无得三更怨妒，着请主耶稣基督，无得为着肉体多谋，地教趁私欲。罗马书13章13节14节，读了拢无个交疑，心情清欢喜。就是讲。伊即马在交战嘛，叫个想讲，到底什么时阵我才有迄个勇气，来做这个改变？无人想讲隔壁一个囡仔，同埋你讲摕来读，这奇怪，伊想讲这囡仔哪会讲一句？尾啊，伊在想讲可能是什么上帝写的，啥那伊就去摕伊桌仔顶的迄个保罗的批来读，就读在13章13节，佮14节。这一句话当拍动我是定的心嘛。就讲爱请主耶稣基督是啥意思啊？就是讲，互耶稣基督甲你完全做伙啦。就是你靠家己就无法度啦，但是有主来帮衬你才法度。我淡薄无啥，但我这请是穿的意思嘛？对，请，伊就讲，甲耶稣基督请在身躯的啦。对啦，但是。你合作会才法度啦，全部改变才法度啦。你又有缀伊入花园，迄条奥古斯丁该讲本身所经过的事，你又拢无钱两边定着清楚，两个煞去找奥古斯丁的老母，甲伊讲迄个消息，老母知所得到是。出伫伊所望以外，满心欢喜，
跳舞感谢上帝。就是到这个时阵，伊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对了，以前不管是读偌济圣经啊，是安怎啊？还是讲有受洗礼啊？啥？罗马书13章13节。就是在这个圣经节嘛，因为俄国人这故事会出名起来。上关键的一句应该就是得称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啦。伊是用迄个 image 啦，就讲穿衫甲穿在身躯的，在装，咱这是个，咱即嘛是个加一个装备家己啦。好啊，反正这互伊真大的改变，伊的。真正变做是基督徒，所以这是上级啦。伊妈妈嘛知影啦，就讲我是讲你话安尼想起来，伊妈妈嘛无需要这规定咯。有个人是本来的完全的信靠耶稣，对。但是这个每个人看奥古斯丁也是讲奥古斯丁看伊家己，拢跟他台湾真侪信徒，拢爱经过一个时期。到法度真正了解什么是基督徒。伊内底有讲一个故事嘛，袂歹，比如讲毋敢承认的啊，因为伊的地位啊啥，对啊，尾啊，搭轻起礼拜堂，所以这真侪在思考的所在啦。迄个伫花园听迄个隔壁查某囡仔讲摕起来读，迄个故事，互我头一摆听到圣经故事顶的故事，互我印象很深面了。讲册一掀开，讲罗马书13章13节14节，我那印象足深的。但是老实讲，我这故事听着，我去看罗马书，我毋是非常了解什么意思。就讲这毋是就是一般来讲的。不过遐位吼是敢若对伊讲诶。但是你也知影伊背景咧，知影讲伊真想要改变这一切，但是一直找无方法。尾来了解讲，就是爱请。主要说基督，你的动作是称，对啊，魔术有啥补充哟？无啦，我是感觉，生活我实定是上帝为这个教会上好的准备啦，吼。头一个我感觉上好的准备就是特别对宗教改革来讲，路德马丁就是对伊后来设的修道院出来的，所以。伊咧讲稳定，路德马丁足会当体会啊。对伊来讲，我都听到边仔一个囡仔咧话讲，摕起来读，我咧很快安尼，怎啊话安尼，决心要做基督徒安尼，感动甲迄落。这都根本毋是我家己努力的嘛，这是上帝来的稳定啊。所以路德马丁去体会到稳定是伫伊即个派系的迄个修道主义下面，伊足早拢听即个物件，到伊家己读圣经。到伊看了赎罪券交罪官，伊就讲啊，恁这做人完全都甲保罗咧讲，人完全拢无共啊。怎引起足大宗教改革？所以我感觉这个代志吼，其实宗教改革的迄政治伫迄个时阵已经拢下来啊。但是经过1000年，经过1000年，不过伊家己本身哦，那对迄个教会观哦，真重视啊。伊讲若无教会吼，伊无可能是教导啦。啊，所以对迄个教会权威吼，我不去强调。所以这对我一个新教的人来看吼，有功劳啦。啊，但是嘛，我无赞成的所在啦。了解。就讲有当时读这历史文章趣味啦。但你为头前看起实在是。真普通的一个人啦，而且伊嘛真侪妖异啊，啥尾也是安尼个改过来，所以这有当时实在是要有一寡像路德马丁讲的，就是伊妈妈不是咧祈祷，啊有神做工。想我要讲的讲，其实我拄仔迄故事是为最近有出一本册叫做《马丁路德周边谈话》。就讲路德马丁宗教改革500年的时阵，2017年的时阵。台湾的路德会啊，世界路德会拢整理一寡资料去出版。伊本来就是因为伊袂使乱走嘛，惊去有迄个高中台戏，所以就逐个人拢会来找伊，啊，就当伊个餐厅开讲啊，啥伊就讲这伊妈妈话要紧的呢。另外一个是有人来问伊讲，
上帝创造一个看法啦。啊，伊的举一个例，对，有人问讲奥古斯丁，咱的世界去用创造进前，上帝在什么所在？这其实无啥好回答的。无啥好回答。啊，奥古斯丁就回答讲，伊在伊家己内底。就讲伊本来就已经是存在的啦。罗天马人讲，你若问我会甲你讲，伊在为你这个频道，佮想这个人在制造迄个地狱。意思讲，你有当时莫问东问西啦，莫想东想西啦，就是安尼。你讲，这个罗天马丁虽然是同一个相当于系统出来，但是伊的迄个性地较歹。德国人啦，对，有当时迄回答讲，德国人德国人咧真来啊，伊毋是遐尼文雅迄款的啦，安尼讲个，这奥古斯丁看起来是较迄个，较客气迄个版啦，对啊，上尾咱读金句，今日咱的金句来用这个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咱的行为要端正。亲像伫即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烧钱怨妒，要请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多无肉体事来满足私欲。我去读一摆哈，罗马书13章13节14节，咱的行为要端正，亲像伫即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烧钱怨妒，要请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多无肉体事来满足私欲。